续来看南投民间一个学校的主任退休买一块茶园来种养生茶，而且研发着五行茶来调理身体。伊阁结合着在地茶农甲旅行社，推出着茶园轻旅行，互阁较侪人认捌着有机生态甲养生的茶叶。 何大卫原本伫学校做主任，退休了后投入生态有机茶园，嘛研发五行茶，希望改变民众对民间茶的观念。好像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苦涩，所以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想要翻转这一块。 经营有机茶园真无简单，要用自然农法、友善生态方式来管理，培养会喘气的茶园，互鸟仔、虫来遮休困，互土地变作完整的多元生态茶园。推广五行茶，把五行刚好5个颜色绿、红、黄、白、黑来调理身体。 何大卫嘛有推出生态轻旅行，希望会当互更侪人熟悉有机茶，嘛希望五行茶互大家拢啉出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